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主日的时会当来敬拜上帝。这是礼拜进前，望咱会当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求上帝陪伴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今仔日会当通过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这是咱着为着咱家己来祈祷。通过阮的敬拜，互你得到恩光。主啊，安静阮的心，带领阮。煞者，咱也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上帝来接纳。所有的服侍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也会当将所有的百姓带到上帝面前。咱为着服侍同工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伫主日的早起，互阮会当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阮恳求你的信心即时进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主，互阮会当降服伫主的面前。主啊，你拍开阮的心，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每一个人得到帮助。主，你也保守看顾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无论阮是担任什么款的职分，主互阮真正是放落家己，看无家己，独独互信心来引带，互阮诚做一个人来引带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独独要甲你相拄。恳求你亲自引带带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进入圣殿，阮着用幸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信心的帮助。主啊，我要将阮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恳求你陪伴阮的心，互阮的心诚做上帝进入的所在。主啊，互阮的心，互主你来蒙着。主，我要将阮今仔日礼拜对头到尾摆列，求主陪伴阮每一个人，阮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圣诗51首，圣诗51首，请咱起立。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是有福气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我嘛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因为伊至悬至大，伊将马甲骑马ฮ็伫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嘛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乐伊。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全能的天父上帝，阮的人生有时敢若亲像风台，临时出现会拍散阮一切的计划；有时因为病痛、困苦，互阮失望。
亲像农民因所种的产品一万年久，一个风台损失就真惨重。有人认真打拼，真勤俭，所累积的钱财，检测一个小可问题，煞变成空。嘛因为一个疫情，互侪人无法来到殿里来敬拜你，甚至因的事东倒西歪，徛袂牢。人生这条路真正是无好行。主啊，阮感谢你，你早就为阮备办安排好阮应该行的路径，嘛，互阮每一个人有你互阮的丰盛的恩赐、才能、甲能力。但是，主啊，阮属软弱的，阮有时真正无爱照着主你所安排定着的路径，拢是倚靠家己的聪明，照着家己的意思去行，偏离着你为阮所规划的正路。主啊，求你赦免阮，阮众兄姐即时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侪兄姐拢感受到你的恩典，疼痛遐尼大，遐尼恩典丰富满满，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多谢你，愿你欢喜感纳因所献上的心。总是也有人因为心来郁卒、艰苦心来到伫你的面前，要对你求救的。求主你的圣神也来教导因，人生是要安怎行，才会当得到你的帮助。伫危险中间的会当得到你的保护，伫试炼中的会当得到得胜。有困难的，求你互因有勇气甲忍耐。亲像风台，有时阵是有你的圣手的热早，像台湾即摆风台，你的圣手虽然是报纸所讲的是会影响台湾真大，甚至国外侪兄姐拢赖讲恁爱真注意。毋过，阮看见上帝你的圣手，就甲即个风台热早，甲伊歪去，互阮会通得到平安来经过。阮真正要感谢主，你遮尔疼惜阮台湾。主啊，当时阮的信心真正无够额。今仔日早起，阮的谢牧师要用着信心、美梦成真的关键的信息，要来传互阮会当明白人生的路程要安怎行，要安怎有信心去行，互阮听会当明白，记伫阮的心内，互阮听了会当用真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来归向你。愿一切荣光归伫主的圣名。阮的祈祷无完全，我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传一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是咱做伙来交托启应文，记载伫诗篇后壁，圣诗后壁第14页，诗篇第8篇。诗篇第8篇，我来刻。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战赢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
我要伫伊的步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寻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这个时阵，咱要请男声合唱团来献诗，因的诗是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
这个时阵，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佮有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到23节。这阵我来读。有一个利未支族的查甫人，带共支族的女子做某。这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后生，伊真古水，就甲伊创3月日。后来妇人人无法度搁创，就摕一个蒲草做的篮，用点仔甲白油膏伊，互伊袂涉水。将婴仔放伫内面，然后将篮放伫尼罗河边的芦苇中间。第4节，婴仔的大姊徛伫远远的所在，爱要知伊会拄着啥物代志。埃及王的查某囝来到尼罗河边要洗身躯，伊遐的宫女伫河边行来行去。公主看到芦苇中间有一个篮，就找宫女去摕迄个篮。伊一个拍开看到一个婴仔，查甫囡仔会伫哭。伊真毋甘，讲即个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仔。第7节，婴仔的阿姊来对埃及王的查某囝讲：“我来为你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找一个女母，甲你要即个囡仔，好无？”埃及王的查某囝应讲好，你去。查某囡仔就去叫婴仔的老母来。埃及王的查某囝甲婴仔的老母讲：“你甲我即个婴仔抱去摇，我会互你工钱。”妇人人就甲即个婴仔抱去，甲伊摇。即个婴仔大汉，妇人人甲伊带去，互埃及王的查某囝。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即个婴仔做囝，甲伊号名叫摩西，讲我甲伊对水里救出来。希伯来书第2章11章第1节到23节。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23节，对神摩西出世以后，伊的父母看到婴仔清秀，毋惊王的命令，将伊创3月日久。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这是咱的谢淑林牧师要传讲主的信息，信心美梦成真的关键，请大家恭敬来领受。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要分享上帝的话语进前，咱做伙来祈祷。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阮要来到你的面前。信心上帝，阮欢迎你来，只是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通过你的话，互阮每一个人拢得到帮助。主，愿你亲自来做工，阮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位姊妹，基督徒姊妹，甲一位少年阁真优秀的医生结婚了后，伊就无阁去教会。这位姊妹，伊就常常甲伊的朋友四过去佚佗旅游，过着侪人欣羡的生活。伫一天的旅游中，落着大雨的暗暝，大家就伫房间内底在开讲。讲的有人就提议讲咱来算碟仙。当大家闹得滚滚要算的时，不管安怎招，拢招袂着碟仙。突然就有人讲：“是咱中间有人是基督徒，安尼吼，伊爱出去外口哦。”大家讲了嘛，不在意，继续在算。只是这个姊妹心内，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基督徒，敢是我嘛？就一个人点点啊行到门口外面，心内在想，家己离开上帝已经真久也真远啊，家己拢差不多要袂记得上帝啊。兼讲上帝还阁会记得我嘛？愈想，伊感动的目屎就流落来。亲爱兄弟姊妹，
是啊，不管咱是毋是已经袂记得上帝，也不管咱离开上帝偌久偌远，只要咱受着，咱是属于伊，咱是伊的囝儿，上帝就伫咱的身躯边。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出埃及记，即群伫埃及徛起将近400年的以色列人，对伫祖先的上帝，因到底还佫有偌济印象甲认捌？总是这400年来，上帝佫安怎点点啊在看顾伊家己的百姓？牧师要带大家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对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做伙来认捌这个创始成终、自有应有的上帝，是安怎看顾甲疼惜伊的家儿？第一，家庭的危机、信心的考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甲咱讲，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生了一个查甫婴仔。原本是一个真欢喜快乐的代志，却因为当时埃及王的命令，互这个家庭马上陷落伫危机甲忧愁中。但是圣经却记载，父母看见迄个婴仔是遮尔啊俊美，就将伊藏了3个月。在座各位的父母，请问，倒一个父母毋是看家己的囝儿、婴仔，拢是上水上高水的嘛？特别当父母看到迄婴仔迄个高水的表情，根本是毋甘将伊下落伫尼罗河，所以父母就将婴仔藏了3个月了后，实在是无法度阁藏落去啊！嘛真惊埃及人会来检查，只好毋愿来照命令，将婴仔放伫尼罗河。但是伫父母的内心，总是毋茫会当有新惹出现。圣经记载，因就将婴仔放伫未入水的篮，而且将迄个篮藏伫河边的草堆内底。毋茫安尼会当互婴仔活落来。父母毋若安尼，伊阁放袂落心，所以就叫阿姊徛伫远远，看是毋是有啥物新惹会当发生无？各位兄弟，代志发展到现在，咱拢无看到圣经有记载，婴仔的父母或者是阿姊，因是安怎向上帝来祈求，或者是表达讲啊，因对上帝有信心，会当互即个婴仔活落来。咱所看到的，就是上帝互父母甲阿姊迄个疼婴仔的心。以赛亚书49章15节到16节安尼讲，上帝讲：老母减话袂记得食奶的婴仔嘛？伊减话疼惜伊的亲生囝嘛？老母若袂记，我绝对袂。耶路撒冷啊，我绝对会记得你。我将你的名刻伫手心。你位兄弟，上帝永远拢会记得伊的囝儿，特别伫囝儿需要的时阵，上帝伊知影，伊也会有行动，因为一切拢伫上帝掌管中。圣经记载，埃及王的查某囝，也就是公主。就伫即个时阵，早毋来暗毋来，就伫即个时阵来到河边，伊发现迄个篮，一个拍开，婴仔就哭，公主就毋甘啊！伊一看就知影，即个就是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若是照着伊的老爸埃及王的命令，是爱将即个婴仔甲伊拄去的呢。摩西这可能看到公主迄个毋甘的心嘛，伊就勇敢徛出来，对伊讲：“请问，我去找希伯来妇人人来做伊的灵母，好无？”各位兄弟，
摩西的姐姐是用牺牲性命的代价，徛出来甲公主讲话，因为要杀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是埃及王的命令。埃及王的命令，照你讲，全国的百姓拢知影。当然，伊的查某囝公主嘛，应该爱知。兄弟姊妹，照道理来看，公主应该袂挑故意去违背家己老爸的命令吧？但是，当上帝一做工，奇妙的代志就发生啊！公主竟然讲好，就安尼，希伯来人的查甫婴仔，互埃及公主受做囝，而且佫替伊号名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是啥物？是我对水来将伊扭起来。摩西伊就安尼生存落来。伊是互家己的爸母伫家己的厝里。来车养，来疼惜，到一个阶段了后，才将摩西送去王宫学习各项的财目，接受造就，假做埃及王子。第二，坦然无惊，得主欢喜。今仔日另外一位圣经希伯来书11章23节，伊讲对神，摩西出世了后。伊的爸母看见婴仔俊美，将伊藏3个月，毋惊王的命令。兄弟姊妹，这则圣经记载是咱伫出埃及记无看见的。当咱将今仔日所读的出埃及记的经文，加希伯来书11章23节，这则经文对照的时，会互咱看见一个真宝贵的文典。就是出埃及记，伊无记载摩西的爸母，伊是安怎向上帝来祈求保守摩西。所以伫出埃及记所看见的，是摩西爸母的信心是无明显、无完全。但是上帝信心却通过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讲，对神由于信心。是因为摩西爸母对上帝的信心，摩西才会当生存落来。咱若继续将出埃及记读落去，牧师嘛有理由相信，当时以色列人因对上帝的认捌，并毋是非常的清楚。当摩西伊细汉的时，伊的爸母捌甲伊讲过有关上帝甲因祖先的代志，特别。也有交代伫创世纪50章25节，有特别交代哦，关系到祖先约瑟的骨头。当伊若是要离开埃及的时，一定爱将约瑟的骨头做伙带走。圣经出埃及记13章19节有记载，当以色列人因要出埃及的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因也有将约瑟的骨头做伙带走，所以咱知以色列人知影因祖先的上帝，以及因祖先捌经历过什么款的代志，但是因祖先的上帝是什么人，因就无啥清楚啊。为什么牧师要安尼讲？原因出伫出埃及记第3章第4章。当摩西伊在提示上帝差遣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摩西伊安尼讲：当我去甲以色列人讲，恁祖先的上帝找我来，因会问呢，伊的名是啥物？迄时我要怎样回答呢？摩西袂晓回答。你位兄姐，摩西意思是讲，祖先的上帝啊，你叫啥物名？以色列人毋知，我嘛同款毋知影。你却爱我去因的中间讲这个代志，你知我含慢讲话，怎样讲会清楚呢？兄弟姊妹，对这件代志，咱通知，以色列人对因祖先的上帝
只有一个大概约略的印象。因对祖先的上帝并无清楚的认识。各位，既然只是大概约略的认识，所以因对祖先的上帝信心就无可能是完整的。所以牧师讲，摩西的父母只是存着一点点的愿望，期待会当有神者来出现，通互摩西安尼来活落来。兄弟姊妹，咱可能会讲，摩西父母即款的愿望，减通会当讲做是信心嘛？各位兄弟，今仔日出埃及记的经文，互咱看到一个真宝贵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咱所做的，只要无违背上帝本性甲心意，就是下伫上帝所要做的代志。虽然咱对上帝所要做的代志无完全的了解明白，甚至咱对上帝也毋是有清楚完全的认识。亲爱兄弟姊妹，只要咱手所做的代志是照上帝的心意，上帝就会伸出伊恩典的手，来补足咱伫信心顶悬的欠缺甲无完全。第三，平凡信心，上帝顾念。今仔日咱所读的希伯来书11章第1节经文，足侪人拢足熟的吼。现代中文译本是讲，安尼信心是啥物？信心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通肯定。和合本圣经是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则圣经甲咱讲，当咱有一个相信的意念，就会产生一个仰望甲期待。但是所仰望甲期待的，无的确是咱的理性无法度去理解，也就是讲，咱的内心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咱就期待上帝将来会有一个即款的安排，所以咱的内心就产生一个意念：我想要得到。对咱人来讲，虽然是真实，阁无完全的信心，却互上帝一个最高的机会。亲爱的姊妹，真侪时阵，咱人是用信心来配合上帝的工作。马太福音第9章29节有安尼讲，然后耶稣就讲：照恁的信心，互恁实现。咱看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有记载，有一个老爸为着伊的囝会当得到医治，来求耶稣。迄时耶稣就对迄个老爸讲：其实有信心的人，逐项拢会。这个老爸伊安怎回答耶稣呢？伊讲：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帮助我。各位兄弟，请问这位信心无够的老爸，伊向主耶稣所祈求的事，主耶稣有应允伊无？圣经有记载，有，主耶稣有应允伊。亲爱兄弟姊妹，这互咱看到一个恩典。主耶稣伊毋是根据这个老爸伊的信心是大还是小，才决定是毋是要应允伊。这个老爸伊非常坦白对主讲：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无够，我犹原毋望你会当帮助我，祈求你来帮助我，互我会当来相信你。各位兄弟，这位老爸的信心到底有偌济，咱毋知。但是咱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应允伊来医治伊的囝。
同款的模式，咱将伊放伫出埃及记第2章，互咱看见。摩西的爸母嘛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无违背上帝本性甲心意。感谢上帝，虽然因只是带着迄个真实阁无完全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却照着这个真实阁无完全的信心，互咱人看见上帝的介入，甲上帝做工的机会。亲爱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咱必须爱用咱的信心，互上帝做工的机会。但是真侪时阵，咱却有一个信仰的迷失，信仰的迷失啊！咱常常拢抓做，我要等到有完全充足的信心，我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才会当摇动上帝的手。真侪时阵，咱常常听到有人甲咱讲：“哦，你祈祷遮久拢无成就，迄是安那？你的信心无够。”有听过无？有。哦，你的爸无得到医治吼，是安那？就是你信心受限啊，有无？有听过无？我相信真侪咱拢听过。你位兄姐，这个讲法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咱。咱虽然一直拢接受要得到上帝恩典，但是若是接受着家己信心真细，阁无完全，哪有可能会得到上帝的眷顾呢？亲爱兄弟姊妹，当咱若详细读圣经，咱一定会看见一个信仰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原来一点点的信心，就会当将上帝的工作印出来、导引出来。因为上帝要做工，还是无爱做工，毋是在伫人的信心是大还是细。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7章20节，伊讲：恁的信心若有芥菜籽遐大，恁对即个山讲，对遮刷去遐，刷嘛会刷去。无一项事恁做袂到。所以咱会当确定一件代志，毋是用感觉咱家己的信心是大还是细，反正是爱知影，咱伫上帝面前所愿望、所期待迄件代志，只要是下伫上帝心意，无违背上帝心意，这就是上帝要成就的代志。马可福音11章24节，耶稣讲：恁祈祷，无论求啥物，相信是得到啊，就会得到恁所求的。圣经讲，相信是得到啊，也就是讲，对咱人的眼光，也是外在环境来看，好亲像是无可能。但是伫咱的心内，却有一个把握，就是会当得到的愿望。为什么？因为咱知，咱所愿望、所期待的，乃是上帝所要做的代志，毋是干那只是咱家己的愿望尔。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做工是根据人的信心。只要人有信心，不管这个信心是大还是细，拢会当将上帝的工作印出来。信心大，当然会将上帝的行动带出来。信心不足，同款会当带动上帝的怜悯。只要上帝怜悯一个叮当，上帝恩典就临到。上帝工作就显明出来。婴仔摩西会当活落来进行，应该就是安尼。感谢上帝恩典，
毋是因为咱有完全教养的信心，上帝才赐福予咱。当然，这也毋是讲咱无需要去追求愈来愈大的信心。牧师要讲的是，巴不得咱拢有充足教养的信心来配合上帝工作，因为上帝伫咱心中所期待的，就是要看咱的内面是毋是有亲像挂菜籽的信心。各位兄弟，只要有一点点仔的信心，就会当将上帝的恩典映出来、导引出来。咱要安怎来起造咱对上帝愈来愈大的信心呢？牧师有2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爱搁较济来认捌上帝。有一对基督徒军歌夫妇，这位军歌伊是一个热心虔诚、专心倚靠上帝的人。有一日，因夫妇2个就坐船要去佚佗，伫路呢，伫海里，忽然拄着真大的风影，船伫海面上安尼摇来摇去。军歌的太太非常的惊吓，当伊一直看，伊的翁婿哪会当真安稳自在坐伫遐呢？好亲像无风影共款。伊就问伊的翁婿：“亲爱的，这风影遮尔大，船也安尼摇来摇去，你怎样会当安尼安稳自在呢？”这个军歌啥物话拢无讲，反倒是提出伊的枪，逼伊的太太，然后问：“亲爱的，你会惊无？你会惊无？”伊太太回答：“袂啊，枪伫你的手头，我有啥物通惊？”军歌笑笑回答讲：“是啊，咱的性命嘛是伫上帝的手头，所以我也毋惊，因为我知影伊，我认捌伊。”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对上帝认捌哪济，咱对上帝信心的基础就哪稳固。当咱哪认捌上帝，对上帝信心就会哪坚固。这就亲像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安尼讲：“你着认捌上帝，就会得到平安，福气也要临到你。”第二，就是愿意承认家己有限。这一年来 ，COVID-19 的疫情虽然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病毒并无完全来消失。全世界就甲病毒共存之际，大部分的国家拢已经全面解封，所以国内外的旅游真正是热力滚滚。有旅游经验真丰富的各位，特别当咱伫国外旅游的时，咱要对这个风景区到另外一个风景区的时，有限的咱根本就毋知影要安怎行，但是咱就相信迄个游览车司机会将咱真安全送去咱所要去的所在。相款兄弟姊妹，伫咱人生的旅程中，也有真济咱无明白的所在。咱可能毋知影为虾米会发生这个代志、遐个代志，咱也毋知伫某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咱应该要安怎来做选择。这个时阵，咱就需要信靠上帝。这就表示，咱愿意承认，咱的认知，咱所知的是有限的。就算做咱无了解、无明白，咱犹原愿意相信上帝，交托互上帝。也就是讲，当咱意识到，就算有时上帝安排甲引带，看起来虽然无符合咱人的逻辑、想法，也是家己的期待，但是咱犹原要选择
愿意顺服上帝带领的事，咱对上帝的信心就会拿来拿加提。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还佫11节，上主讲：我的意念毋是恁的意念，我的道路毋是恁的道路。亲像天悬过地，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我应允的话就是安尼，我的话将来袂落空，却要成就我的计划。亲爱兄弟姊妹，西班牙有一句话安尼讲：失去金钱，损失袂少；失去朋友的人，损失较大；但是失去信心的人，却是完全损失。是啊，信心是美梦成真的关键。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伊安尼写：因为既然对上帝生的，就较赢世间。互咱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心。互咱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心。信心，互一个人会当活出丰盛美好人生的动力。通过信心，咱会当得到属灵生命的快乐。通过信心，互咱过着丰盛稳定的生活。通过信心，互咱活出上帝对咱美好的旨意。通过信心，互咱美梦成真。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阮知，阮真正是无完全的信心。总是上帝，你却互阮稳定，互阮只要有一点点仔信心，阮就会当有上帝你的怜悯。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伫阮的生活中，真实去体验上帝，你就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伫人看做无可能的，上帝你凡事拢会通。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伫生活中来体会，你是真各活的上帝，互阮对你的信心会当拿来拿加提。主，恳求你来使用阮每一个人。通过阮的生活，互人看见，阮是有上帝恩典、有上帝疼叹的人。主，阮恳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请咱搁起立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474，请咱起立来吟474。是。
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歌。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用你的恩典甲你的疼痛，互阮人生路上中间得到你的保护甲赏赐丰富，恩典满满。这时，阮献上用金钱代表阮的心意来献上伫你面前，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上。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阵我来报告。咱明仔载开始到是咱拜一到拜五9点到下晡4点半，咱伫109号的3楼有举办书记的足球的赢吼，愿上帝祝福透过这活动会当互侪囡仔来认捌主，这愿上帝祝福这个时间。咱嘛要真恭喜咱本会会友吴义忠执事、吴生龙兄弟夫妇的囝儿要结婚，伫即个8月初5拜六下晡3点半，请咱做伙来参与，来甲因斗欢喜，愿上帝祝福即对新人。第2项是第3，咱的团部委员会有父亲节的特辑吼，等者咱伫外口遐会当来翕相吼，嘛会当写即个卡片，人寄转去互爸爸。特别咱还阁有爸爸通塞奶，咱爱
较疼惜爸爸吼，因为有爸爸足好诶吼，嘛祝福在场做爸爸诶心灵健壮，上帝祝福恁享受美好诶生活。吼，咱等伫外口会当做伙翕相吼，留落真水诶相片吼。后礼拜是有圣餐诶主日，请咱注意来关心。第6页嘛有牛埔庄诶讲义所诶消息吼，咱有讲第是莫扎特诶人生音乐甲信仰吼，特别是魏连义院长卫理学院诶院长因所带领诶团队，伫咱8月20诶主日。做礼拜煞了后，伫即个礼拜堂伫遐要来举办，请咱若会当参与即个活动，着爱报名吼。咱顶悬有足侪所在会当做报名，吼，会当伫团契报名，毋爱重复吼。所以请咱来关心注意。嘛有第2项是台语罗马班，吼，咱拢早时9月初2就开始有吼，所以到12月16。咱会当学咱的台语吼，因为咱检菜足侪人台语拢袂记住，咱的台语是足水的吼，所以咱来，你若犹阁袂晓的时阵，你爱来学吼。这是咱的东金庄长老，伊足够带吼，因有一吼真侪人足够带，咱会当来学。到城的活动吼，咱即个台北囡仔的嘛是夏令营吼，嘛是为着即个囡仔的台语的夏令营，咱陈淑华老师吼，甲咱的。侪老师吼，要来带领，所以咱若有囡仔要学的，你拢会使带因来。嘛有足侪活动吼，品布、朗读吼、广告，各方面拢有。所以请咱拢会来看遮的，来参加来报名。特别咱的今仔日咱双连教会所设立伫新庄基金会有一个双连新庄的分堂礼拜堂的开讲的礼拜吼，你若时间会拄好。下晡2点，伫新庄分堂遐要举办，请咱去关心代祷，愿上帝祝福，一切事工拢真顺遂完成。这时咱要请咱的谢淑林牧师来带领，来牧养甲欢迎来宾。我补充报告啦吼，拄则有讲到无意中执事的婚礼是下晡3点。吼，3点开始安尼吼。好，我要来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吼。特别第一届来的，我要先欢迎第一位是朱桂秀姊妹，毋知坐伫倒位？朱桂秀姊妹有吗？好。好，安尼可能有伫外口是先离开吼。那另外一位是咱的林燕文兄弟吼，燕文兄弟吼，互咱欢迎啊吼。伊是久久无转来，顶礼拜妈妈拄办完个别礼拜，咱继续为着因的家庭，伊甲爸爸来祈祷安尼吼。佫有无写着刘明凯的新朋友无？第一届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无？无。好，这是咱做伙来牧友代祷。是阮听阮的主上帝，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永远拢是够万用。祝你当阮伫台湾即个都市伫欠雨的时，祝你互风台来。主啊，伫风台季节，也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好来照顾保护阮的家园。主恳求你来保守，互阮通过你所安排，互阮的国家无欠水。主也恳求你来帮助带领阮的教会，阮无论是安养中心，无论是新庄、福利园区，也是幼儿园，主拢互阮所有的，拢诚做一个福音的出口，会当互上帝你的福音通过安尼到济人的心内。主，阮嘛要将阮在座的兄弟姊妹，主，阮中间有人破病，也有人有心灵软弱的，也恳求你医治安慰，主，互阮伫病痛中，伫孤单中，主有上帝你的话，诚做阮的帮助。主恳求你亲自激励阮，也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得到对你来的恩典，
伫阮的生活的中间，常常去体会到上帝，你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你帮助阮有一个顺服你的心。真正有真侪时阵，阮毋知影阮的环境会安怎，总是阮相信上帝你的引带。主，阮恳求你的信心，继续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同在。无论是家庭有拄着艰苦的，主也是拄着欢喜的代志，也恳求你赐福阮。通过安尼，常常向你来献上感恩。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各一概交托仰望伫主的手。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个报告补充一下吼。咱因为伫旧年南部嘛有风台，别伫迄个宝来温泉迄个所在的一个潮水教会，因伫烦恼讲因所种的农产品山野干无法度卖出去，所以拄得到咱教会会友足侪人甲因关心，甲因买卖。今年嘛是佫共款，佫拄着风台，所以嘛是真需要逐个人甲因关心帮忙所以阮昨暝有去南部甲载倒转来所以囥伫咱楼骹，所以请咱逐个来甲斗关心甲因帮赞，互因得到上帝的疼痛。这时阵，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511首，请咱起立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每一个人转到厝里，伫咱的生活中去体验上帝是各真各活的上帝，互咱对上帝的信心哪来哪加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叹、信心的做工，甲恁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社温，共修切恳。